过来看新竹这边，国民党的立委林思明甲牵手做伙去投票。伊讲家己的心情就甲今仔日的天气同款好。因那新北的部分立委罗明才和市长侯友宜是做伙去投票。伊感谢亲人的支持，嘛讲希望一切会当赶紧恢复平静。 伫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陪伴，立委罗明才前往投票所，面啊一直笑笑。只是面对823第二波罢免案，伊表示直直反映这一年这么侪议论。伊讲耳也是听到要结案，啊，毋过有家己的人互伊温暖，伊哪讲哪想要现场唱出来。遭受很残酷的霸凌因为这个选举啊，在我30几年来没有遇到过所以。 有点孤单，有点寂寞，心里有点冷不过我想到了一首歌朋友就是一辈子一路走突然感觉到好多的温暖不断的来鼓励我所以我希望说。 今天是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刻。另外一方面，罢免罗明才的罢团联合人500位是伫个离车停较无15分钟的案件国小投票，强调结束了后会等于到家己文书工作者的身份，继续为故乡这块土地尽一份心力。我们其实这次也觉得很紧张，那因为毕竟是30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各位志工一路走来大家的陪伴，在今天结束之后，大家一样回归我们公民该做的生活。对，我们都为了这块土地一起努力过了。同款面临罢免案的新竹县立委林思明，家己后透早出门投票，表示家己看真开，心情就敢若天气同款好。阳光的面对这一次的一个罢免的一个投票，天气这么好，当然大家就会想出来投票了所以今天的投票率，我想一定会超过50%以上。反正我的心情是很 open 的啦林思明嘛讲到，最近这1个月受到无理性的攻击，希望投票结束了后会当有效阻止，安尼无对规个台湾的政治发展，毋是真好的现象。记者采访报道。